文化總會在今日召開會員大會，完成改名程序，甲中華文化總會延期名稱對 Chinese 改做台灣，來清楚呈現台灣文化的定位。聯電創辦人周興成進前有表態，呼籲着愛改名，也堅持要辭掉中華文化總會執行委員，因為是伊認為講呢，唔是改英語名爾，連華語的名稱也着愛改掉。劉彩琴其甲台灣的傳統歌戲搬去巴黎，無講你個倆准講在台灣。其實這是2當前文化總會佇咧巴黎文化奧運真成功的文化外交，引起儕外國觀眾關注台灣。文化總會佇這幾年成功行銷台灣，辦活動甲台灣推出去國外。但是中華文化總會名也不是會引起外國人的誤會。文化總會佇3月17正式甲中華文化總會英文名稱對 Chinese 改做台灣，希望安尼外國人就袂聽甲霧煞煞。今天的會員大會向會員做一個報告，通過決定要改英文名稱改成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aiwan。那剛剛在會場裡面做完報告之後，全體會員也鼓掌的通過。英文的名稱改做台灣，不過中文的名稱目前無變動。真聯電創辦人周興成頂日仔就要公開呼籲中華文化總會愛改名，或者台灣文明促進會，也是調文化總會執行委員的工作來表態。大家都可能吞併掉，在台灣呢，你一定要多講台灣，不要再講什麼中國、中華，尤其是這個文化總會是總統做會長嘛，更應該把這個正名啦。對於中文名稱的變更，因為這涉及章程的重大變革，所以我們要依據人民團體法的規定。那如果有會員提出，那也會由會員大會以及執行委員會來做討論。文總在禮拜2召開委員大會，文總會長總統賴清德也表示，文總這幾天持續提升台灣的文化實力，積極和國外交流。親像咱都結束的台灣燈會，就邀請日本屈模師傅來台灣，還有日本甘麥是惡模也在台灣引起轟動。文總表示，改名了後會繼續透過文化來建構台灣的韌性。記者陳亞專林旭凱、吳家寶台北報道。